甲行政院的前院长苏贞昌昨才来卸任，就随走去病院来开刀。到底是啥物情形呢？原来是去闪着腰，去做微创的手术，带一暝恢复到。总统蔡英文早起嘛到病院甲探视。讲这个过年期间，苏院长甲行政院去发红包，伊有到指挥中心一楼一楼来慰问着值班的同仁，行了伤紧，腰去闪着，伊是忍着疼痛，办完着交接。才到营总去开刀，总统蔡英文早起嘛到病院去甲探视。苏贞昌是真有精神，甲总统讲无问题。苏贞昌讲伊复原了真好，已经会当出院了，感谢大家关心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